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夜经子的譬喻，路加福音第8章1节到18节。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，过无偌久，耶稣逐城市、逐庄社行透透传道，宣扬上帝国的福音。12使徒甲伊做阵，有一寡捌互邪神附身，还是破病互耶稣医好的妇人人，嘛甲伊做伙去。其中有抹大粒的玛利亚，耶稣捌对伊身上赶出7个鬼。希律的管家苦撒的某约安娜，甲苏珊娜，以及其他真侪妇人人，因捌用家己的财物服侍耶稣甲伊的门徒。有一大群人对逐个城市一直聚集来耶稣遐的时，伊用譬喻甲伊讲：有一个夜经子的人出去夜经子，伊夜的时，有个落伫路边，互人打，空中的鸟甲伊食了了；有个落伫石头地，因为无水分，发出来就打去；有个落伫刺配内，刺仔甲种子边边大长起来，煞甲伊吸死；有个落落去好土地，大长起来，结实100倍。这个话讲煞，耶稣佫大声讲：有耳孔通听的人就听。耶稣的门徒问伊这个譬喻是甚物意思？伊讲：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知，毋过对别人就用譬喻，要互因看嘛看无，听嘛无了解。这个譬喻的意思是安尼：种子是上帝的信息，落伫路边的是人听到信息，魔鬼随时来，对因心内将信息抢去，则袂互因信来得救。落伫石头地的是人听到信息，随时欢喜接受，不过无定根，只有暂时信，一个拄到试炼就放煞。落伫刺配内的是人听到信息了后，受到生活的看虑、钱财甲享乐的阻碍，信息受吸死，煞袂成熟。落伫好土地的是人听到信息，用诚实、善良的心接受，耐心听候到结实。无人顶点了用红仔盖起来，还是放伫面霜骹，是甲伊踩伫灯台顶，通互入来的人看到光。因为无一项稳捌的袂显露，无一项暗藏的袂露现，袂互人知。所以着注意要安怎听，因为有的要互伊搁较多，无的连伊家己想讲有的嘛要甲伊抢起来。默想。当耶稣行透逐城市甲庄头，传扬上帝国的福音，众人就对逐所在聚集来要看耶稣。耶稣讲一个譬喻，讲有一个做事人出去夜景，有落伫路边的，有落伫石头地的，有落伫刺皮内底的，也有落伫好土内底的，结果拢无相像。众人无明白耶稣所讲的是啥物意思。
就连门徒家己嘛无明白。门徒来问耶稣，这个譬喻到底是啥物？耶稣说讲，这是有关上帝国的奥秘，是要互细字听上帝的话语，搁去实行的人才会当明白的。就亲像耶稣所讲的，有耳的拢着听。敢有细字听探上帝的话的态度，会互人去接受福音，也是拒绝福音？当听到上帝的道，咱的态度搁是安怎呢？若无细字听探上帝的话语，搁藏伫心里的，就袂当因为信来得到救。敢有听到信息欢喜领受，总是拄着患难压迫，就无搁信啊？敢是有当时啊，咱为着生活的忧闷，也是罪恶的诱惑，就互咱袂记得上帝的话啊。耶稣讲有一种好图，就是人听到信息，互道深深扎进伫心内，搁用良善甲诚实去持守，都亲像做事人内心听候，一定会结出真侪生命的果子。你敢有用开放的心细字听探上帝的话语？还是要亲像遐个规大阵的证人，无细字就假作无看到，听也听无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奥秘的？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求你赐阮一粒开放的心，倾听的耳，细字听你的话语，佮愿意来顺服。主啊，你讲恁着细字听，因为有的要搁互伊，无的连伊家己本身所有的嘛要甲伊摕去。主啊，我要细字听你的话，持守伫诚实良善的心里，佮听候结果子，出圣神的果子伫阮的生命中，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柔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准则。感谢主，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因带阮的生命结出诚实的果子，有主耶稣基督的形象甲阳光伫阮的身躯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